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媒体报道许家印新增2则限销令，许家印再被签发限销令。近日，中国恒大集团及许家印新增2则限制消费令，涉及于常熟苏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案件。执行法院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许老板又多2个限制消费令，这个是真正的叫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许老板现在在登缝纫机，你限制他消费令，这个有那么一点滑稽，黑色幽默许老板他已经稳了，踏踏实实登缝纫机但是还有很多许老板没有进这个牢房的大大小小的许老板现在正在这个垂死挣扎。你比如说这个万达王老板最近一口气卖了48座这个万达广场，一下上了热搜这2天媒体都在跟进报道今天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报道，叫万达已出售近1/5的万达广场，说什么样的万达广场最好卖。这个南方周末通过采访万达的曾经的员工这些员工有的甚至经手过这些万达广场，通过他们来看一看这个48家这万达广场都是些什么样的标的，什么样的资产。南方周末的文章说他说作为曾经万达的高级管理人员，林立在看到这48个广场的名单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些都属于万达集团比较优质的重资产项目，也就是这48家是优质的项目。咱们节目一直说对吧？这个人家买万达广场肯定是精挑细选漂亮女儿先嫁呀，这是没办法的事一定是掐尖挑好的买。500家万达广场，人家是一个一个的挑，人家要做背调这个林强将自己认为最好的项目画上了红线，包括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厦门等多个1、2线城市项目。据澎湃新闻援引知情人士信息，此次48座广场收购将通过专项基金平台完成，泰盟计划注资约50亿元，认购基金次级份额。一些国有大行组成的银团将提供300亿元贷款授信，剩下的150亿元将通过夹层融资渠道募集，一共是500亿48座万达广场，简单计算下来，平均每个广场价格10.4亿元。入职万达超过10年，曾参与了多座万达广场建设的陈强比喻说，万达现在等于资产全摆在货架上卖，有钱你就可以买，价格也足够低。此次卖掉的48座广场，陈强都很熟悉，在他看来都是万达能拿得出来的优质资产，这体现在租金表现上。而对于是否属于贱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出售的标准是从租金收益出发，不能看建造成本，这在当下没有什么意义。他曾经经手过一个万达广场，建造成本接近7亿元，最终卖了4亿元。以拱墅万达为例，就是那个杭州拱墅，那是万达进军杭州的第一个万达广场，也是在当地当时是一个商业中心。2024年公开信息显示，它的整体商业综合体出售回报率8个点以上，这个表现在行业里属于非常良好。一位曾经经手过万达资产管理的受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全国的万达广场有50%以上集中在3、4线城市，此次收购很明显都集中在1、2线城市。从泰盟的角度出发，它肯定是选择最好的。最后这个南方周末说万达通过快速复制的模式扩张，将万达广场从100座开到接近500座。但在上述人士看来，早期万达的10个广场中只有1、2个项目不及预期，但到了2018年前后，10个项目里有一半不达预期。这一阶段的万达广场开始大量在3、4线城市铺开，数量上升的同时，效益很难兼顾。什么样的万达广场很难卖？陈强总结，万达卖不出去的广场项目很多是经营贷太重，也就是自身有很多贷款，比如建设成本15亿元，但贷款了10亿元，这种买回来以后不可能赚钱，背的这个银行利息太高关于这个万达
卖他的资产，现在媒体啊铺天盖地在报道啊。关键是王老板把这最好的万达广场拿出来卖掉了，剩下的呢都是拖油瓶呐，也就是啊，他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那我们按好的来说啊，假设他再卖几个或者再卖一批好的万达广场，哎，他债稳住了。但是呢，你说他卖不掉的那万达广场，那年年在亏损呢，又有新的债务产生。所以我说啊，这个王老板呢也是焦头烂额啊，他的情况啊比在牢里的这个许家印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杭州啊又出台救市政策啊，这是浙江经世报道说，5月29日，杭州为支持萧山本地的刚改住房需求，萧山区将于5月31日至6月1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反展会，届时发放5000万元的购房消费券，有意向购买参展项目的楼盘居民家庭可以在意向楼盘展位登记领取，用于网签时抵扣首付款、购房款，每张购房消费券抵扣金额3万元、4.5万元、6万元每套不等，并且可如开发企业开展的项目促销活动叠加使用。当然了，它的购房消费券使用是有范围的啊，也就是在哪片区域那些项目可以用，不同的区域给的这个购房券还不一样。这个我在前年就说了啊，地方政府救市啊，最后这只能是发购房券，因为他手段都用完了，功率箱的工具都用完了，而且发购房券往后啊力度会越来越大。你看现在啊，一套给你发6万，但是这个对萧山的房价来说啊，这6万恐怕说多吧不多，说少吧它也不少，而且它这个可以跟开发商的那些政策叠加使用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一个啊，过去网红城市杭州，对吧？现在这个所谓的楼市火爆啊，也只是部分区域，恐怕很多其他地方房子也很难卖啊，卖不动啊，对吧？咱们以前一直说啊，只要救市政策不停，就说明那个地方楼市它没稳住。如果稳住了，它就不需要再救市，不需要再出这些政策，政府更不需要出血，对吧？这6万5万的这一套房，政府掏钱呢，政府又不富裕，说明这个地方楼市不稳。那韭菜呢？那继续等，因为你越往后啊，它那个优惠的力度会越大。这个证券时报今天啊看那篇文章叫存贷利率双降之下，租金回报率逆袭。那言下之意就是你是存款呢还是买房？因为租金回报率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一些城市的租金回报率超越存贷款利率，这是一个新的信号。说66万元一套公寓，月租保守在2500元以上，租金回报率超过4%，比存钱划算。在深圳龙岗区一处正在销售的商务公寓项目，记者见到许多房产中介经理化身主播，租金回报率成为推销重点。他说，近期金融市场利率调整正在深刻影响居民资产配置策略。随着5年期以上 LPR 降至3.5%，叠加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普遍进入1时代，传统理财收益持续收窄，具备稳定现金流的房地产投资正重获市场关注。在深圳、龙岗等地区，开发商敏锐捕捉这一趋势转变，多个公寓项目主打以租养贷概念，强调4%以上租金回报率，以显著超越定期存款收益。存钱还是买房？说哪些商务公寓的租金回报率超过房贷利率？哪些住宅的租金回报率超过定期存款的利率？最近相关的话题成为许多社交媒体的热点。居住在深圳的陈浩最近有这么一个烦恼：5年前的大额存单存款最近到期，这钱不知道再存哪儿好。一直有买房计划的他想起买房，之前的大额存单年利率超过4%，现在年利率已经不到2%。他表示啊，我也不擅长其他高风险的投资，先买个小户型出租，以后拿来自住，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以深圳市场为例，根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在今年前5个月，深圳二手热租商务公寓中有14个公寓项目租金回报率超过深圳首套房贷利率，有5个项目的租金回报率更超过深圳最新公寓商贷利率。这就意味着在当前降息环境下，部分商务公寓的租金收入
已足以实现以租养贷。与此同时，深圳二手热租的住房小区中，全部小区的租金回报率均超过最新国有大行5年期存款利率，这让许多原本去化较难的商务公寓也在这个时候加大推广力度。在深圳福田、梅林和龙岗悦宝片区的商务公寓项目，记者看到一些购房者正在洽谈并最终成交。最近成交的主力都是总价低的小户型公寓，项目的位置不错，未来出租不难，所以吸引了不少为租金回报或分散投资需求的投资客。有现场销售人员如是说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表示，以深圳市场为例，目前普通住宅租金回报率高于国有大行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而一些商铺、写字楼的租金回报率会更高。因此，目前购买房产收租确实比将租金放在银行更有利可图。再加上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正处于近年来的低位，购房者未来获取资产溢价的幅度及几率也会更高。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4月，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租金回报率分别为 1.49%、1.68%、1.63%、1.49%。说一些城市的租金回报率超越存贷款利率，这是一个新的信号。那么买房出租是否划算呢？这或许存在不同的答案。专家指出房价经过这几年的下调之后，一些房源的租金回报率的确在上涨，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租金下跌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租金回报率也会发生变化。部分居民对高租金的接受程度也在下降，换租和房源控制期也是购房者需要关注的部分。实际上目前来说，在这个经济环境下，买房如出租这个因人而异，这个咱们不能说的太绝对，对吧？我们很多事情呢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你手上有2000万，那你总不能把这2000万买成黄金吧？你也不愿意去买股票，那你2000万直接存银行，这也是问题啊。所以你这2000万就要分散投资，那这是没办法，这是被逼的，对吧？一部分存银行，那恐怕你就有一部分要买房子。买什么房子呢？恐怕就买刚才说的这个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那个老破小，总价不会太高，买完这个出租，这是被逼，这被迫，这不是说你买了房子想未来涨5倍、涨3倍再把它卖掉，你没有这个预期啊。你的预期无非就是买了房子之后收租金，以后房价如果涨了一些，比存银行要合算的多，顶多就这么个预期啊。所以这因人而异啊。那有人他就贷款买房用来出租，叫以租养贷，那这个你就想多了，对吧？这个你是扛不住这个风险的，对吧？你每个月付按揭贷款，完了收租金，现在租金比按揭贷款要多，我不仅可以还贷，我每个月还有钱赚。你这个是想多了，因为经济不好，租金不可能这么高的，租金只会同步下滑，无非这个租金它反映的稍微滞后一点。刚才这些算法，什么租金比那个贷款利息、存款利息都要高，那个叫理想状态，满打满算的，对吧？这里面都没有算到这个你的房子还有控制期对吧？还1年有1个月、2个月租不出去对吧？你还有物业费等等你的房子装修了，那也有折旧费用这些那刚才媒体他不告诉你，所以不要头脑一热。买房出租，你把它理解成有钱人资产配置，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绝对不是咱们韭菜说借钱买房出租来赚钱。那个时代过去了那是10几年前的事情。10几年前如果你有这个头脑，那你厉害，你现在恐怕只能说曾经赚过钱吧，你现在恐怕也是被套了，因为你一旦这个叫路径依赖，对吧？以前你贷款加杠杆买房的都在赚，那你肯定不停的加杠杆，不停的赚呢。这个最后到了2021年，咔嚓一下套住。这网上很多炒房的大神现在被他的粉丝骂，对吧？破产，吓得不敢出来，被人揍，他不就是这么导致的吗？他10几年前他就炒房，对吧？1套房炒起，炒到现在手上几十套房，但是他就舍不得出来他一直炒到现在，被严重套牢。这样的人很多就是我们说实话我们每个普通人韭菜总想着在最高点能出来，但事实上证明你是最高点，你不知道什么是叫最高点，你根本也出不来，对吧？都是不停的有钱就买，有钱就加杠杆。我不记得有个什么财经博主说了1年买1套房，我估计他现在也酸爽所以说这个你的目的和你的心态很重要，对吧？你是博弈，对吧？想通过炒发家致富，那恐怕就是完蛋。如果你说我是有钱，我是配置，你比如说吧，上海那个日光盘1套5000万、8000万的，那都是有钱人，人家一付清了，根本就不贷款，你怎么跟他比呢？你刚才说了什么租金能够比那个银行利息要高了，那应该买房
出租，对吧？以租养贷。这边也有媒体说啊，21世纪财经说啊，还有每日经济新闻都纷纷报道啊，说这个48%房租集体下降，从业者直呼租客少了，有房东直降900元留客。你看看，刚才还说房子好租，现在48个城市房租下降，所以我们不能静态的看问题啊。21世纪财经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4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3.25%，跌幅较上年扩大3个百分点。其中，去年8月后租金跌幅明显扩大。按照惯例，房租与房价的变化通常呈正相关趋势，从而维持租售比的均衡。也就是说，当房价上涨时，租金通常也会上涨；当房价下跌时，租金水平也往往下降。但短期来看，租金的跌幅扩大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中指研究院指出啊，2024年50城平均租金仅在春节假期后返程季，也就是3月啊和6到7月高校毕业季实现了微幅上涨。这2个时段也是传统的住房租赁旺季，其余月份均在下跌。今年4月，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为35.2元每平米每月，环比下跌0.32%，跌幅较3月扩大0.27个百分点，就是4月份还加大了跌幅啊。2025年4月中旬，刘伟收到租客的短信，对方告诉他下个月租约到期后不再续租了。1个月后，刘伟将房子收拾了一下，重新委托中介招租。中介告诉他要把租金调降1000块钱左右，才有可能找到新租客。现在市场调价格就是这样。刘伟的房子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区域，前一个租客住了2年，租金为5400元每月。按照中介的建议，他不情愿的将房租调低，以4500元每月降低了9000元一个月的价格重新挂出。这个刘伟啊，他哪是刘伟啊，他就是我啊！我的经历跟刘伟是一模一样，我比他降的还狠，因为我的房子在通州，我直接是被降了1/3。他这个是从5400他降到4500，就降了900块。他在那定福庄区域，也就是那个北京2外那一块，第2外国语大学，离通州也不远了。你不降就租不出去啊，大幅下降啊！但是这个房租下降，咱们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经济不好啊。即便在北京，你的房子租金也得下降，为什么呢？对吧？你不降，人家住不起啊，因为人家工资在降啊，对吧？人家收入在降。如果你房价租金顶着不降，那你就租不出去，人家还往更远的地方住，更便宜的地方住，因为被逼的。同样在4月，在深圳市罗湖区国贸一带租房的小赵，1年的租约到期，中介问他愿不愿意换套大一点的房子，按照同样的价格，他可以从现在1房换成2房。所以说啊，指望着贷款买房出租来赚钱的，以贷养租以租养贷啊，那绝对是想多了。房价下跌本来就说明经济不好，经济不好，大家收入都在下跌，收入下跌，谁还住得起那么贵的房子？房租必须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新浪财经啊，他转发的叫每日经济新闻一篇报道，叫为什么买大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实际上我认为他这个，我一看这标题啊，就知道他可能是在误导大家。买大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5月26日，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与2024年同期相比，2025年1到4月30个代表城市中，20个城市120平米以上的住宅成交套数占比提升，改善性需求继续释放。其中，南京、青岛、东莞、泉州、赣州120平以上住宅成交套数占比提升幅度均超8个百分点。从成交总价结构变化来看，北京1000万元以上的产品成交套数占25%，较2024年同期提升8.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部分一线豪宅市场持续火热，核心地段高端项目越涨越买，与普通住宅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比。从成交总价结构看，北京为例啊，说500万元以下的产品成交套数占37%，较2024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500万到1000万元总价产品成交套数占比下降38%，1000万元以上产品成交套数占比25%，较2024年同期提升8.7个百分点。5月24日，据上海网上房网报道说，上海10个楼盘共917套房源近期将入市，其中3个高端项目均价超过10万元每平米，保利世博天悦均价18.2万元每平米。此次将推出76套大平层房源，面积在250平米左右。开发商表示啊，大
户型的热销反映了市场需求的升级。过去购房者可能更注重房屋面积和价格，而现在更关注住的舒适度、空间的合理性以及生活的便利性。科尔瑞分析指出优先改善型大户型产品，90到140平方米的3居室以及14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产品，成交活跃度较高，且价格抗跌性更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远郊区域和居住功能性缺失的老旧小区面临更大的去化压力。这个媒体它就是叫非常片面的管中窥豹为什么买大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数据表现是这样的它根据统计，你看买大房子的占比提升了9个百分点，但是这个占比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现在卖的房子少了，对吧？买豪宅的人他没有少，他还在增加，对吧？我们总是拿马云举例子马云今年对吧，他多赚了10个亿，那咱们工资还在下降然后把咱们跟马云一平均，大家工资都涨了，不就这意思吗？整个买房的人是在减少的，房子无论是从平米还是套数都在下降，就是交易还是总的金额。但是这里面这些有钱人，对吧？那个上海的豪宅日光5000万一套的房子，那个房子都是200平、300平的，人家都抢着买。这个时候你再去一算，买大房子的占比高了，然后为什么买大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这样媒体一报道，感觉中国人好像都有钱了吗？买大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吗？实际上买大房子的人绝对数量还就那些人并没有多，只是买房的人少了，所以把他们显出来了，占比高了。大部分人是买不起房，是不想买，连500万的房子都不买了，都在观望，不就这意思吗？分母小了，分母他不买房了。同样的如果你把全国的房地产放到一起一看，好像房价没怎么跌稳住了。实际上呢，那只是北京、上海、什么深圳、杭州稳住了，其他地方它没有成交对吧？成交的都这些热门城市，你要看那成交价，好像是稳住了，没怎么掉了掉的不多。你那些县城，对吧？那些4线、3线城市，它都没有成交对吧？那鹤岗卖套房子才2万多，有什么用呢？上海卖一套房子7000万，顶那个鹤岗卖3000套权重不一样。所以说看这些数字不能太机械，不能一惊一乍的，然后煞有介事的问为什么买大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只能说明财富在快速的向少数人集中，对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不买房，所以导致显得买房的人富人占比就多了。媒体叫什么呢？媒体就叫隔江犹唱后庭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